后来网络咧传一个影片，讲早起床爱先啉水才洗喙，安尼才会当甲这个困一困了后，离咱的喙孔所发芽的好菌，拢甲吞落肚。敢有影？拍假特工队。热天大喙啉冰水，马上就透心凉。但是最近赖顶馆有这个消息，讲是大喙啉水，身体会亲像大水灌入去同款，阁会伤身，应该改用水管慢慢啊啉，身体器官才会慢慢啊滋润。这敢是真的？大口喝水，其实我不认为它会伤肾啊，反而是就说你不能过多，也不能过少，因为过多会水中毒，过少会脱水。另外，网络顶馆还有这个影片，嘛唔知是真的还是假。早上起床完全可以不用刷牙，建议先喝一杯300毫升左右的温开水。这个影片足侪人看的，讲是若阴暗困到饱，咱的喙内底就会发芽足侪好菌。早起若先啉水，就会当甲营养拢啉落去。医师甲咱讲，唔是安尼哦。早上起来，其实有没有先喝水没有很大的关系，这样，因为我们口腔里面大概有600种到700种的细菌，那其实大部分的细菌其实也无害，但是也不是我们所谓的益生菌，是不一样的。啉水对咱的健康真重要，但是甲你提醒一下，唔通随便看到啥物、听到啥物就感觉是真的，有当时也是谣言。爱记得哦，一天的水爱啉无够，时间平均来分配，上好是莫等喙干才啉水，这是健康的基本。